今日香港時間3月14號，官方終於將啲新嘅角色擺入常駐池啦，終於等到啦。其實呢個新加入常駐池角色嘅名單，我覺得幻釘奇係有，其他都冇嘅。但係最想抽到嘅係呢個領域復刻同埋呢個Murasaki嘅5條，呢兩隻都係最勁嘅。而為咗今日，我儲咗好耐嘅抽蛋券，儲咗73張，抽咗73抽，但係唔記得咗錄。我73抽淨係中咗3張 SSR 嘅回賞，1張角色都冇，所以我就好唔忿氣，即刻去呢個回賞之證嘅交易所換多50幾張出嚟，再抽，同大家一齊抽，一齊見證。OK， 頭10抽 ，OK， 頭10抽有黑閃，好嘅開始。我見到有兩個 SSR。有一個人，呢隻聽講好廢，但係我太耐冇新角色啦，所以都開心嘅。OK， 再嚟10抽，哇，又黑閃，好似運氣好過啱啱個70幾抽好多，好彩有換到。OK，Murasaki 5條。中咗其中一隻啦，仲爭一隻領域展開嘅復刻。哇！又黑閃，第3個黑閃。不過可惜冇角色，哇！又黑閃，第4個黑閃啊！仲有一個人，呢個幻釘奇都好嘅。之後9張券就單抽。之後我再喺領域調查交易所再換多10抽，再賭一賭運氣啊！睇下可唔可以出埋隻領域復刻嚟啊！又有黑閃，哇！今日第5個黑閃，不過係回賞，係睇嚟冇希望。今日抽蛋抽住係咁多先，而家啲石應該儲埋等呢個領域展開5條，大家留言講下我今次算唔算歐洲呢？